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你好，是观众，欢迎收看9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。根据统计，台南市超过100岁人数有158位，今年拄届满100岁，嘛有80位。其中5位贴上午伫中午节进前，分别前往盛华甲大内探望2位长辈，献上祝福。会中表示，台南有这样侪100岁人士，实在是福气，更该疼惜。为了庆祝盛华区红女女士已经104岁，嘛欢迎市长黄伟哲要亲自来祝贺。厝门口的炮啊已经放甲烟蓬蓬，嘛原本静道道装脚闹热滚滚。市长黄伟哲伫消局长黄志忠甲议员林志聪等人陪同，除了献上纯金的锁片，嘛代表总统颁发敬老钟甲中央的礼品，重明为幸。真的是耳聪目明，然后又可以活动，刚健105岁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那所以说今天代表小英总统来送阿嬷金锁片啊，我们也市政府也依照我们的规定来这个制赠阿嬷金锁片。现在发现我们市政府的锁片比总统的锁片大一点，但是锁片大小不重要，这个心意最重要。像阿嬷这么空间的其实100岁人瑞儿238个，有的已经比较这个要卧床，但是阿嬷都很健康，就可见她的生活习惯长久累积起来真的是非常好。会中红女家族对3岁曾孙教育已经是5代同堂，使人欣赏。李新部表示，阿母爱晒日，而且拢爱烫只脚。虽然已经104岁，较动听，视力较歹，不过健保卡拢无啥用着。得较古早拢食迄古早味的咱想身体拢较无要紧，安尼拢无啥物，伊嘛健保卡嘛捌咧用啊。嘿啊，拢捌咧用啊，即摆就算讲伊这种量啊，较无咧食啦，伊拢较爱食烧茶，温温安尼啦，嘿啊，温温的烧茶较有咧食啦，嘿，啊食细路面都安尼啦，简单尔嘛。消局表示，市府为了表达中央敬老，相关的礼金伫10月2号就会入去长辈小户，同时卖举办系列的关怀活动，呼吁做人实事爱多多陪伴长辈，珍惜厝内老宝贝。台南新闻顾文吉和小芳采访报道。但是积极配合中央推动公共化教保政策，其中非营利幼稚园的成立就是重要一环。上午由大仙国中活化校园的空间所设立的非营利幼稚园的正式揭牌，成为台南第6间，嘛是市长黄伟哲9年以后委外经营的第1间，场面是闹热滚滚。2、1。市长黄伟哲、教局长陈新辉甲各级民意代表见证，台南市第6间非营利幼儿园，嘛是台南第2间由学校搬出空间整修完成的非营利幼儿园，上午正式伫大仙国中成立，除了为幼儿教育注入新的活力，上重要是创造优质便捷资源，让家长放心带囡仔就读。然后对于园长还有理事长他们在谈这个学校的理念的时候，非常认同他们这样的理念。那我觉得，就小孩子就学的话，其实就是在社区就好了，不需要为了就是追求一些名牌，然后特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就学。然后我们喜欢这个环境，然后再加上我觉得，非营利幼儿园它可以给教师比较合理的薪资，那这样的工作环境，我们也会相信，对小孩子的教育品质会比较好。过去家长伫幼儿托育除了公立甲私立的选择以外，现在政府扩大幼儿教保公共化，参照这款家长每个月缴费无超过3500块的非营利幼儿园，市长强调，台南已经是行伫头前。这个部分对于台南市的幼教是一个新的一步，也是一个这个对于幼教公共化、幼托公共化的一个很重大的进展。
那其实台南许多幼托机构，它的每个月的月费事实上也不是那么高，所以中央说要4500，那我们就要努力去符合中央的这个规定，搞不好事实上我们有一些幼托机构，事实上本来平均就已经在4500上下了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幼托公共化在台南已经是一个领先者，不是一个落后者。那我觉得这部分我们还持续努力来降低家长的负担，来相对的提升幼教的品质。教育局表示，未来配合前瞻新设幼儿园下计划，109学年，台南将增加5间非营利幼儿园，总共25班652个名额，让家长有安心的好选择。电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。伫家己所举办的全国儿童杯软式棒球比赛日前圆满结束，其中台南市花地儿童郭信良的带领，将每一个项目的第1名拢炸转来台南，成功得到总冠军。25号上午，儿童特别召开记者会，甲市民分享这个好消息。由全台湾15个地方议会所参与的全国地方议会儿童杯软式棒球锦标赛，日前伫嘉义市顺利来结束。这届台南市议会也得到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，摕下每一组的冠军，部分的组别甚至是摕下第1名甲第2名，最后也顺利摕到总冠军。担任总领队的议长郭信良也非常的欢喜，特别召开记者会向民众宣传这个好消息，同时也鼓励议会的同仁持续来努力，希望在其他的比赛也会使得到好的表现。我们台南市议会创下了整个的历史了。将整个球赛的所有项目的各组的项目都拿到冠军，也是大满贯回来。那创下了这个历史，是我们所有的议员和我们的员工呢努力所得到的成果。那也要将这个成果呢献给我们所有台南市的市民。除了得奖杯以外，就是要锻炼所有的身体。所以我鼓励咱所有的职员工，在有空的时间多多练球、打球，让体力能够充沛一点。我们还有一个桌球，希望能够用一些正常的体育活动能够呢大家身体强壮一点。也因为这届的好成绩，议长郭信良甲副议长林炳利也主动提出奖金，表扬选手精彩的表现。奖金的部分我出3/4，炳利也出4/4。冠军每个组的冠军1万块的奖金亚军就5000，那季军就3000。那我原则上就这个奖金发给大家。这款咱们兵力自掏腰包啦，自掏腰包，对大家鼓励。这届台南市议会所摕下的好成绩，也是对民国88年开始首次为议会创下这种成绩。明年这个赛事也将要到屏东县来举办，也期待台南市议会使持续保持安尼的好成绩。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。除了儿童杯软式棒球摕下总冠军，台南市政府这几天来重点栽培软式棒球的选手，嘛已经开花结果。因为日前伫亚洲所举办的3个国际比赛当中，咱青少年的国手就得到8面金牌等好成绩。其中黄伟霆25号特别接见颁发台南之光。咱市的软式棒球选手最近伫国际比赛当中的成绩非常的好，伫亚洲软式棒球锦标赛以及亚洲大汉软式棒球锦标赛2项赛事当中，咱市的选手摕下6面金牌、2面银牌、3面铜牌的好成绩。另外，伫日本三总府的赛事当中，咱宁高中也摕下金牌。市长黄伟霆25号也特别接见这个选手，并颁发予因台南之光的奖牌。除了感谢因的努力，也期待因未来会使有更好的成绩。能够代表台南市189万市民来热烈欢迎大家凯旋归国、载誉归国。那不管是参加三中湖世界软网或者是这个亚洲大学的第1届的软网锦标赛，或者是这个我们亚洲青少年软网这个比赛，事实上大家都大放异彩。我们会在虽然明年度市府的预算变少，市府的这个裁员变少了，但是预算变多了，支出变多了，所以说预算的排挤很紧的，排挤的很紧，那很多地方要做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未来对于这个体育的投资，我们还是要加强一些，这部分让我们的同学
这个比赛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待遇。其中陈玉勋选手也伫赛事当中摕下6面的金牌，成为这届的焦点之一。市府强调，软式网球也是台南重点培训的体育项目之一，期待透过科学的方式培育选手，互未来各种国际赛事当中，拢会使看到咱市选手的参与。咱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。先休一个，马上回来新闻现场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，避免蚊卵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。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、倒干净、刷干净、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飞读 book》台南爱读册。9月28就是教师节，东区综合国小提前举办祭孔典礼、大手牵小手活动，主要由6年级的学长姐带领1年的新生行智慧门。新上任的校长洪英吉嘛变成行动咖啡高人，送予全校每一位老师一杯咖啡，感谢因的辛苦付出。台南市东区综合国小为了庆祝教师节，24日举办祭孔典礼、大手牵小手活动。趣味是新上任校长洪荣进，佮展现亲和力以及创意活力，变身成为咖啡一人，听到行动咖啡声进入校园，并递赠咖啡予全校每一位老师，感谢因伫教学上的努力付出。教师节快乐！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！我们现在我们的洪校长一杯一杯亲自将我们的咖啡送到老师的手上，把最大的祝福与敬意。我们这一次同学国小利用教师节前夕来办理这个咖啡达人的活动，那主要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小朋友透过体验来谢谢老师就是平常老师其实很辛苦，尤其是在市区的学校，大家都绷得很紧。那我们想说，透过这样一个比较 easy 的活动，让老师也可以轻松一下。这台行动咖啡车原本是综合国小定制所谓行动活读餐车，平常时只有伫活读系列活动才有机会看到。这次因为庆祝教师节的关系，摇身一变成为行动咖啡车，成功吸引了老师以及学生的目光。台南新闻张文松采访报道。为迎接台南文化中心35岁生日，文化局特别以敬局长作为主题，规划一系列精彩展演，从9月27开始，一直到11月30，为期2个月时间，将带来一连串的艺文演出，互民众甲台南文化中心做伙回忆35年来成长的点点滴滴。台南文化中心已经行过35年岁月，真侪国内外知名艺文表演团体，拢曾经伫遮留下精湛的演出，是真侪台南人共同的成长记忆。为了替文化中心庆祝35岁生日，文化局特别以竞剧场为主题，结合了台南在地重要的表演团体，再来各种类型的表演，甲观众做伙重温台南艺文的记忆。今年我们迎向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第35周年的这个馆庆活动，那我们规划了有一系列的将近40场以上的表演、展览、讲座、工作坊等等，那活动非常的精彩，欢迎各位朋友们在9月底到11月底这2个月的时间呢，都到台南文化中心来跟我们同欢。那其中比较特别的呢，是有关我们特别邀请了明华园的总团，会在文化中心的这个假日广场做一场非常大型的户外的免费演出。那这个是明华园总团特别对
台南文化中心致意特别来的一个演出的活动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在文化中心的演艺厅里面呢，邀请了有4个表演团队，会把文化中心这35周年来的一些剧场上面的营运跟一些想法跟经历的事情，会做一场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演出。台南文化中心35周年馆庆，为9月27号到11月30号，总共规划24场表演活动。另外嘛有展览以及艺文讲座等活动丰富多元，适合全家大小做伙参加。民众若是对表演场次有兴趣，会当网络搜寻台南文化中心35周年馆庆，就会当查询到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。明仔是好天，有时侪云天气，温度24度到30度，未落雨。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，上大阵风7级。感谢收看9月25号中间台南电影新闻，咱再会。